开始了咧！你去第好看节目咯，真正今日要开始了。哦，欢喜食爸爸是无？凊彩文欢喜，欢喜食爸爸。凊彩文欢喜。啊，还有一个，有一只好看。这个哇，我跟你讲，这只是哩吼，伊提早开始哦，大家人讲这只惊讶。措手不及，迄就是欢喜来看啦！好厉害！哎，是啦，哇，我今天欢喜来看啦吼，哇，3个就要开始了，就要看到今天参加这甄选赛啦。3个开始咧，主要今年吼，我人会这个风险吼，甲之前有真正侪无相。除了我人爱寻找这个唱歌界外歌手之外咧，我人本来寻找这个全民的评审。哇，就是安怎咧？即讲咧，观众朋友，你人会使做评审哦。安怎咧？你注意，我人欢喜，咱就知影安怎去参加啦。搁有咧，就是我人今年的这个比赛哦，哇，真正刺激，因为咧提早开始啦，全民的评审啦，有真正最近迄个送互大家。讲爱提醒大家就是吼，第六爱时时刻刻关注人会说欢喜台的 Facebook 啦，嘛爱继续守住我人会说欢喜台333，对不对？高清频道332，欢迎来看啦，手法好厉害。